每一天，我输给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2，以赛亚书42章30安尼讲：受伤的芦苇，伊袂压断；要花的灯火，伊袂喷熄。伊会确实施行公义。三角来祈祷，袂将阮压断甲喷熄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的话语甲应允永无落空。主啊，你是疼痛的天父，你的怜悯甲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！求你伸出你拯救的手，将阮对深渊中救拔起来。主啊，求你伫阮无气力的时，成做阮的倚靠甲帮赞。主啊，你看顾困苦的人，医治伤心的人，愿你的平安临到阮。主啊，我要专心来倚靠你，也要时刻来仰望你，搁要日日来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受伤的芦苇，你袂压断；要花的灯火，你袂喷熄。因为你会确实施行公义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